来看黄sơn雨的方面哦，繼續影響台灣。全台灣的天氣嘛是個真無穩定，各地攏有雨水。氣象署嘛表示講，雨會落到拜五。有氣象專家嘛指出講，後禮拜哦可能會有今年頭一號的風颱來形成，就要特別注意。土石流甲雨水涉落來，因半條點啊降落。拜二熊熊大水雨，和太麻里、大王村周圍的附近居民是真緊張，煩惱山坎土石送去，引起更大規模的山崩，或者是土石流災情。公所決定先緊密撤離村民到安全的所在過暝。乡公所已經聯繫上，就是準備要撤離了啦。如果再繼續的話，現在不撤離，等到3更半夜會來不及。當地雨勢第一日了後，豆豆轉雨。暗過拜三地流方面，南線到巴蜀海峽，有關係帶來無穩定的天氣，尤其是中南部、大東甲各地山區是主要落雨的區。到拜四，宜花地區規日攏會落雨。中晝過後，各地山區雨勢也明顯增強。整個雨勢受到午後熱力作用的影響會有加強，尤其是在宜花地區，可能都會有一些大雨發生哦，甚至不排除也會有一些短延時再強一點點的降雨哦。那到了晚上，甚至這樣子的午後的降雨，有可能會下到晚上。定定第4月到5月份有風颱形成的太平洋，今年到目前為止依然是看無，創下2016年以來上班的紀錄。氣象專家透過歐洲氣象模式預測，下禮拜在南海附近已經有低壓在震動的現象，未來幾日是關鍵的觀察期。6月11號暗時8點哦，即馬看起來佇菲律賓西邊遮吼，南海北邊甲中部這附近哦，可能有4成甲6成吼，有這個低氣壓發展的機會，敢有機會變風颱咧？即馬看起來吼，嘛有差不多3成到4成左右哦，有變風颱的機會。鋒面豆豆離開，暗過水汽也是偏濟。氣象署提醒，拜六之前天氣依然無穩定。中晝過後對流系統較會有累積強陣風加向大雨。基山區邊看脆弱的所在，一定要提高警覺。公視新聞採訪報道。